再來看屏東市是有一個獨居的4大人呢，在車頂10外天，食、困、甲放全部攏佇咧車內，這環境哪分掃堆共款。有社會團體呢是接到厝邊的反映，聯絡到這社會處甲警方合作。也毋過，這個老大人伊是真固執，互人苦勸買規工，才總算甲這個72歲姓陳的老大人送到病院甲安置。志工人員倒骹手將阿伯對車頂刷到輪椅，等醫護人員到位協助送病院。頂禮拜二7，屏東市的台中二街有一台轎車停佇路邊，因為傳出怪味，附近的民眾才發現車內有一位72歲姓陳的阿伯，伊住佇車頂生活10外天啊，食困放攏佇車內，規環境親像糞掃堆，厝邊頭尾驚出代誌，趕緊通知附近的志工團體到3工。畢竟多多少少過路的人，這附近的人會有感覺到。就會夠急，不要配合安呢。在之前一陣子就有看過這個老伯伯，他是之前還會在這邊還會走路啦，但是他是這一陣子哇，全部都是待在車子上這樣子。志工到現場發現阿伯規個人個個倒佇車內，兩隻腳無行動能力，甚至包叫珠啊。但是陳阿伯一開始就堅持無願意去病院，志工和警察以及社會處的人員對中島一直苦勸到贏，尾仔阿伯態度才改變。志工人員是用食靈仔力，才把人對轎車內底抱出來。雖然身軀割着塞藥，但是阿伯願意去做檢查，志工攏足歡喜。第2天我們又去苦口婆心了，因為他如果再一直不就醫會死掉呢。對呀，因為那個細菌感染很容易引起敗血症。那在返回社區之後呢，我們也持續的有關心這位這個個案，然後提供連結一些送餐的資源。厝邊表示阿伯是假收入戶，原底有細厝佇附近，落尾可能無錢納租金，就攏住佇家己的車頂。縣府社會處講阿伯捌接受安置，但是攏住一陣仔就想要走，後續會由病院甲社工評估照顧方式，幫阿伯找一個安置的所在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